另外来看，这烧金烧甲互警察甲掠去，伫台南甲高雄咧受死的民众，就是因为伫露台烧金，互警方照社违法甲伊移送，落尾这法院是全部拢裁定唔免罚钱。也毋过这款代呢嘛引起民众的讨论。环保局是回应讲，若准有检举，安尼就会去稽查，真正违规而且伤憾故的，毋才会甲罚钱。 店家咧做生意，初几16伫门口顶下卡咧烧金纸，是常在咱看到的民间风俗。不过今年台南高雄出现事件，民众伫厝内阳台烧金纸，互警方依照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第68条第1款，伫公共场所也是厝的边仔烧物件，有危害安全的纪律，移送检议庭。烧金纸防送法办也引起讨论。那我们也是烧一点点而已，没有几分钟而已，这样子。 被罚钱，我也是觉得很冤枉啊，对啊，比环境污染更脏的更多啦，这个是民俗信仰，几乎每家都会遇到的问题啊，这样子啊。你慢慢画的话，你那个除非风很大，会飞到别的地方啊，不然应该不会啦。除非你像烧大量啊，那个烟才会或是那个灰。 烧金是民间信仰的仪式之一，警方表示，若人检举，警方就要到场。若确实有看到火无安全的防护等具体事情，得依法移送。无恐惊颠倒，互人质疑食案。有律师表示，危害安全的记录的判断空间真大，落尾拢会由法官裁决。那社会秩序维护法特别规范这样子的行为哦，如果民众无故来焚烧相关金子，有造成危害安全之余的话，依法。 警方是可以移送地方法院检议庭来让法官认定是不是确实有危害安全之余，进而做一个拘留或者是一个罚款的一个处分哦。为民众如果检举的话，环保局仍会派员前往稽查。 如果发现违规事实属实且情况严重，才会逕予开罚。今日互人检举这事件，后来法院全部拢裁定无罚钱。环保局回应，会去强化民众的防灾意识，嘛提醒民众烧金纸的时阵，就要顾好安全，注意风势。也建议当甲金纸集中烧，以供代金，佮有线上祭拜等方式，嘛通减少空气污染发生。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